講美股係由富途證券贊助播出。杜琪峰經典之作，兩大影帝正面交鋒。專登俾我哋拉你翻嚟，有冇預到我會殺你？你點捨得殺J 化無添加激素抗生素雞件呈現《暗花》，星期日晚8點半，82台 TVB Plus。為幸福必須要全程投入，積極參與社會，未來先可以更豐盛多彩。想香港更和諧穩定，老有所依，就要投票選出你心目中嘅理想議員。12月7號係立法會換屆選舉，記得投下你寶貴一票，選出新一屆愛國愛港、有擔當、做實事嘅立法會議員，為香港、為大家同謀發展，投入選舉，共創未來。大家好，又到咗六合彩嘅時間。今日係11月6號星期四，由我李芷晴同大家主持第118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我哋首先睇睇投注總額。今期嘅投注總額總共係有3789萬。由於上期頭獎有人中，所以冇累積多補獎金，而投注總額嘅15%，亦即係56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咁喺攪珠之前，先同大家介紹下今晚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係林國良太平紳士，以及獎券基金受惠機構之一嘅代表深江萬人院暨學校副院長黃君寶校長，歡迎晒兩位。同大家介紹下受惠機構。深江萬人院暨學校於1897年由德國喜迪克援助盲人協會創立，以基督教信仰為服務基石，為視障兼多重障礙兒童、青年及長者提供教育、復康、音樂培訓、就業服務及寄宿單位，包括視障幼兒教育支援服務、幼兒中心、深江學校、深江音樂學校、有作為計劃、社企、護理安老院、福音事工及深江音樂學院，去年為超過1200名視障人士提供服務，向超過18000名公眾分享共融信息及音樂嘅喜悅。詳情請瀏覽機構網頁或致電31595400查詢。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舉行，大家喺電視機熒光幕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開始第118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1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41。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0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10。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7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17。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3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33。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2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22。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0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40。
最後一個搞出嚟嘅特別號碼係31號 and its number is 31。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搞出，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10號、17號、22號、33號、40號、41號，而特別號碼係31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嘅六合彩結果，又或者頭二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多謝今晚2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係林國良太平紳士以及黃君寶校長，唔該晒2位。喺度提提大家，喺節目完結之後大概15分鐘，大家就可以開始購買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啦。喺度預祝各位好運，我哋下期六合彩再見啦，拜拜。香港作為聯通大灣區同海外企業嘅超級聯繫人角色，喺金融、醫療、教育、專業服務等領域，點樣發揮引進來、走出去嘅雙向平台作用？一眾業界人士分享親身經驗，港係全球，相聚灣區。星期六82台 TVB Plus。第15屆全國運動會全城喝彩 ，TVB 與你一同見證王者誕生，精彩賽事以下商場同步放送。Slasher 嘅自我修養就係再忙都兼顧到免疫營養，新升級蓋斯寶高鈣加3重免疫營養，日日飲輕鬆 lift up 免疫力。蓋斯寶仲有全線新包裝。本節目為家長指引類別，涉及驚嚇場面，敬請留意。